哇！你做咩皺晒眉頭嘅？你喺度做緊乜嘢啊？我咪就係做緊公社科國家安全嘅工作紙咯。唉，我都唔識做。其實國安法究竟關我哋咩事啊？哇！國安法何止關你事啊，仲關乎全中國14億人口添，就連你而家飲嘅水都關乎國安法事㗎。冇錯啊！國安法仲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。有冇聽過國安才能港安，國安才能家安呢？國家安全仲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添啊！國家安全除咗包括國家政權、主權、統一同埋領土完整之外，仲包括人民福祉、經濟社會同埋可持續發展等等。哦，原來係咁，咁我明啦。所以保障國家安全係每一位國家公民嘅基本義務，所以我哋好好遵守同埋守護。咦，同學，你哋睇緊啲咩嘢啊？可唔可以俾我睇下？可以啊，呢個係啱啱郭校長叫我攞翻去班房嘅關於香港國安法嘅海報。之前聽校長講呢，香港嘅國安法已經實施咗5年啦，唔知香港嘅國安法對我嘅未來會有啲咩影響呢？我嘅未來係想成為一名出色嘅運動員，所以對我嚟講，國安法會令我覺得我自己喺一個安全環境底下，可以專注地追求自己嘅夢想，亦都係對我未來多一份嘅保障。國安